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4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104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210天。根据这个乌克兰国家边防局的说法说俄军正试图突破苏梅州边境。当地时间3月3日，乌克兰国家边防总局发言人安德烈·德莫琴科当天在电视节目中表示俄罗斯军队正试图突破苏梅州边境以及切断乌克兰部队的后勤补给路线。德莫琴科表示这并不是俄军第一次企图突破该地区边境地带，也并非大规模进攻。当前乌军任务是阻止俄军深入乌克兰境内，并防止在库尔斯克地区行动期间俄军切断向乌克兰军队提供补给的后勤路线。截至目前，俄方暂无相关回应。这个是央视新闻报道的实际上俄方他早就报道了，他不是叫回应了。在10天前这个普京就已经说了，俄军的810进入这个乌克兰的苏梅州，要切断这个乌军的后勤补给线。但是根据乌军的说法，俄军像这样的行为经常发生，但是都是以失败而告终最近这个俄乌双方在红军村附近就是叫托列茨克上演了一场大战役俄军第8集团军110旅主力被乌军三面包围，乌军特意留了一个口子用无人机轮流监控，等着俄军突围时逐个点名。这个红军村就是波克罗夫斯克俄军已经打了将近1年，到现在还没有拿下，反而还让乌军进行了反击。就在同一天泽连斯基和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万斯闹翻以后乌军立即出动大批无人机直击俄罗斯境内多个军事目标，俄军的中转补给弹药库被乌军轰炸，俄军一下陷入弹药短缺的困境，前线弹药存量告急。俄罗斯紧急情况部当地时间2日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远东地区滨海边疆区多地遭遇野火，仅过去24小时已记录到10起火灾，过火面积超过3400公顷，火势迅速蔓延，并向居民住宅区逼近。目前该地区14个市镇已启动特殊防火模式，另有6个城镇进入高度戒备状态。这是俄罗斯紧急情况部的通报。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离乌克兰不远，一直是乌军无人机重点关照的对象它那里有很多炼油厂和那个储油罐，反复遭到乌军的轰炸。为了稳定俄罗斯人心俄罗斯官方编造出这个边疆区遭遇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哪有那么多野火这个战争一日不停，那么对俄罗斯的这个天然气、储油罐、这个军工厂这个轰炸就一日不停俄罗斯的野火也就不会熄灭我们再看看这个外交以及国际援助自从这个泽连斯基怼了这个特朗普和万斯以后引起国际舆论的哗然，对吧？国际社会一边倒的都在支持泽连斯基，连美国国内很多民众都在谴责特朗普和万斯。但是那个特朗普的这个团队似乎还在步步紧逼这个我在以前节目也说了现在着急的是特朗普，特朗普更着急，因为他要实现停火，他就必须得找乌克兰谈。那么他怎么办呢？他还是两手，一手托人给泽连斯基带话，一手呢还是施压，就是对吧？要把泽连斯基换掉。这个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沃尔茨他对媒体说他说我们需要一位能够与我们打交道，最终可以和俄罗斯人打交道，并且结束这场战争的乌克兰领导人。如果事实证明说泽连斯基总统个人动机和政治动机如结束战争背道而驰，那么我认为我们的确是遇到了问题。你看这是特朗普的一个马仔出来放话，特朗普本人可没这么说到现在为止，特朗普本人并没有对此说什么过火的话。特朗普对媒体说说这个泽连斯基现在还没有想好要不要和平，如果想要和平你就不要老是骂普京。这是他对记者说的说你不要言必称普京这不好，普京那不好。这个特朗普这个就是个典型的小人但是你也拿他没办法。为什么说他典型的小人呢？他出口言必称拜登，这个他这个上台这40天，他哪一天不要
提4、5次拜登啊，言必说拜登这不行那不行，一切糟糕的都是拜登导致。如果我要上台，那就没有这个战争，对吧？拜登这么糊涂，给了乌克兰这么多援助，是不是？每天至少提个几次拜登？哎，这回他劝泽连斯基，你不要出口就提普京，我知道你恨普京，你要想和平，你就不要老是说普京。你说说，特朗普跟拜登之间的仇恨，难道还有泽连斯基和普京之间的仇恨，或者是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之间的仇恨大吗？对吧？几百万人，杀的杀，死的死，乌克兰家园被毁，这是多大的仇恨呢？这是家仇国恨呢，这是不共戴天之仇。结果特朗普不让泽连斯基说，而他跟拜登之间的是无非就是权力嘛，就是当总统。结果他天天骂拜登，所以你从这儿就可以看出这个特朗普啊，一副小人得志啊。我说的是有理有据的啊，就你自己去比较，如属他骂拜登，不如属泽连斯基骂这个不共戴天之仇的普京。那个有记者问那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为什么可以说泽连斯基是独裁者，但是你们从来不说普京是独裁者？卢比奥怎么回答的呢？卢比奥说啊，说我已经骂了他3年了，就是说他骂了普京要3年，有什么用呢？你要想让普京啊来谈判，你就把他哄到谈判桌上，不要去骂他。这个卢比奥很有意思啊，那意思就是，泽连斯基可以骂，但是普京不能骂。一骂了没用，骂了3年都没用。第二个，你要骂了他不谈判，你说这都是什么逻辑啊？泽连斯基你可以污蔑，你可以说他是独裁者，真正的独裁者你反而不敢说。所以你看啊，这个特朗普的这些爪牙都是一些什么货色啊？尤其是这个沃尔茨啊，居然公开啊干涉人家内政，要求就是威胁要求泽连斯基下台。当然不是沃尔茨一个人啊，这个美国共和党一个议员叫格雷厄姆，这个也是个老奸巨猾的啊。他在前年他跑到基辅，就是他吧，跑到基辅支持泽连斯基。那时候共和党好像都不太支持乌克兰，结果这哥们儿跑去蹭流量，结果啊，这个白宫这个争辩啊，这个白宫这个出了这个丑闻之后啊，这个格雷厄姆他居然要求泽连斯基下台，他说他为特朗普为万斯感到骄傲啊，这都是一些见风倒的见风使舵啊，这就是政客的嘴脸。那么这个泽连斯基啊，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对这个格雷厄姆啊要求他下台，他做出回应，大家看视频啊。Can I just ask, you alluded to citizens of other nations. I mean, since the incident, Senator Lindsey Graham said that perhaps you should consider resigning. Speaker Mike Johnson today said that maybe you should consider resigning. Is your attitude it's not their business? Lindsey Graham Дуже хороший is хлопець, дуже правильний. Lindsey Graham is a very good guy. A very Говорити, хто повинен very бути nice.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чи йти And speaking who must be the president and whether I shall resign, громадянство України. I can І він стане тоді give him громадянином the нашої citizenship of країни. Ukraine. І He тоді will почне become the citizen of our country, and тоді then його голос буде and then набирати his ваги. voice will start to gain weight, and I will hear him as a citizen of Ukraine on the topic of who must be the president. But Lindsey represents the party that fights for democratic values, and anyway, the president of Ukraine will have to be chosen not at home, at Lindsey Graham's home, but in Ukraine. 我觉得泽连斯基说的太这个叫反击的非常完美，对吧？你是个美国人，你算老几？你能干涉这个乌克兰人的选举？如果你要干涉的话，我给你发个乌克兰公民，对吧？你有了选票，用选票来反对这个泽连斯基啊！面对这个美国方面啊，这个明的暗的这种要求泽连斯基下台，泽连斯基说了啊，第一个想让他下台很难，没那么容易，也就是泽连斯基很自信，就是说你不能不让我参选，对吧？你怎么限制我参选呢？我这一参选，那这个乌克兰人支持率是很高的。第二个人泽连斯基说了，你只要容许乌克兰加入北约，他愿意辞职，对吧？这个非常硬气啊。不过这个泽连斯基同时也说了啊，他说他认为啊，他能够修复跟美国的关系，他说特朗普的关系啊会继续下去，而且乌克兰仍准备与美国签署原材料协议，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将继续下去。这个和我的判断也差不多啊，就是特朗普啊，虽然假装闹掰了啊，或者就是对这个泽连斯基啊非常有意见，但是最终他不得不还要跟乌克兰人
人去谈判、去沟通，否则他怎么能实现停火呢？特朗普如果通过施压不给乌克兰武器，难道就能让乌克兰停火吗？事做绝了，他就很难回头啊。所以到我现在做节目，那特朗普他还没有干出什么出格的事儿，还是停留在这口头上啊，这种嘴战还是一种施压。包括他的爪牙，他的这个小弟逼泽连斯基下台，这都属于施压。我们再看看啊，这个欧洲这主要领导人他是怎么看待白宫发生的这一切？这个最主要的就是德国后任总理默茨。根据媒体报道啊，周一说德国后任总理、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领导人默茨在柏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对周五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发生的争吵做出了回应。他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不欢而散，显然是人为制造的升级。这个跟我的判断一样嘛？那不就是特朗普和万斯两人打配合吗？想极限施压泽连斯基，施压泽连斯基什么呢？无非就是让他同意割让领土。我们看这个默茨他是怎么说的，大家看视频。这个Ja, es ist nach meiner Einschätzung keine spontane Reaktion auf Interventionen von Zelensky gewesen, sondern offensichtlich eine herbeigeführte Eskalation in dieser Begegnung im Oval Office. Üblicherweise dauern ja diese Pressetermine auch nur wenige Minuten. Am Freitag war das anders und ja, ich muss sagen, ich bin einigermaßen erstaunt gewesen, auch über den gegenseitigen Umgangston. Das war der Sache nicht dienlich, aber es ist nun mal in der Reihe der Ereignisse der letzten Wochen und Monate, einschließlich auch des Auftretens der amerikanischen Delegation in München auf der Sicherheitskonferenz, eine gewisse Kontinuität, was wir da zurzeit aus Washington sehen. Und ich werbe dafür, dass wir uns darauf einstellen, dass wir sehr, sehr viel mehr für unsere eigene Sicherheit in den nächsten Jahren und Jahrzehnten tun müssen. 默茨敦促欧洲领导人在白宫激烈的会谈后迅速做出决定，称这一事件造成了一定的时间压力。他说我们现在必须表明，我们有能力在欧洲独立行事。这个德国的实力对吧？无论是经济还是军事还是科技，对吧？那是在欧洲是首屈一指所以德国应该尽快加入到这种和谈或者叫磋商德国一直主张这欧洲要自主脱离美国。如果英国、德国、法国他们真的能够达成一致形成一个联盟，那召集的是特朗普。一旦这个欧洲形成联盟，对吧？他们的军工开动起来，特朗普这个算盘又要打空。特朗普本来是要求欧洲提高军费，提高军费干什么呢？那很多都要从美国买武器如果欧洲它独立自主了，谁还去美国买武器呢？要买也买不了多少，特朗普能占什么便宜呢？按照黄俄的说法越打越富裕，对吧？俄爹就是越打越富裕。那按照这个逻辑那欧洲也是越打越富裕，谁还跟你美国去买武器呢？还有这个加拿大的总理特鲁多那更是力挺泽连斯基这个特鲁多说的非常有道理他说乌克兰人的抵抗，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早在11年前就开始了。这个特鲁多说我与泽连斯基站在一起，我与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你看，这就是毫不掩饰的力挺泽连斯基也就是你特朗普还想把人家换掉。当然这个时候加拿大和乌克兰那是同病相怜的，都受到了美国的 PUA。特鲁多说我们继续根据需要支持乌克兰，无论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只要需要，因为乌克兰不仅在保卫自己的领土，也在保卫我们所有民主国家所依赖的原则和价值观。他说因此当我们考虑未来几年需要什么时，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加拿大和加拿大人民将在那里。这个特鲁多还说了，加拿大将会派兵加入这个维和部队。这个加拿大说这个话不是吹牛因为这个特朗普这1个月来一直叫嚣着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这个激起了加拿大人民的强烈的不满，而且这个特朗普也给加拿大加关税，所以跟加拿大关系现在也很紧张是吧？从这个意义上同病相怜，所以这个加拿大恐怕更加要支持乌克兰。这个在加拿大是有民意基础。我记得这个特鲁多好像这去年年底的时候不都要下台了吗？搞不下去了，结果今年就因为这个特朗普的神助攻这特鲁多的这个好像支持率还上来了，连这个南方国家就是巴西巴西的总统卢拉都看不下去了。他今天对媒体说泽连斯基在白宫受到了这个凌辱，这是美国政府部队应该这个意思卢拉说荒
唐且无理。我从未见过像在椭圆形办公室发生这种荒唐和无理的场面。我真诚地相信，社会的某些部分正在靠不尊重他人而繁荣。如果没有对其他人的尊重，就不可能谈论民主。我认为泽连斯基受到了羞辱，这一事件也损害了欧盟的利益。这叫公道自在人心呐。我们再看啊，这个英国的斯塔默啊，他不是召集了一个会议吗？搞了一个叫志愿者联盟，他们已经搞了一个叫帮助乌克兰的4个步骤。这个斯塔默说啊，任何支持乌克兰的新协议都必须有实力作为后盾，每个国家都必须尽其所能做出贡献，承担起责任，加大自己的份额。斯塔默表示啊，他说峰会领导人同意了4个重要步骤。哪4个呢？是第一个，在战争持续期间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并增加对俄罗斯的经济压力。第二个，任何持久的和平都必须确保乌克兰的主权和安全，乌克兰必须参加任何和平谈判。第三个是，如果达成和平协议，欧洲领导人将努力阻止俄罗斯未来入侵乌克兰。第4个是，将会有一个自愿联盟来保卫乌克兰，并保证该国的和平。据说啊，这个4个步骤啊，已经送到了特朗普那儿。有传言说特朗普都已经同意了，也就是接下来啊，泽连斯基恐怕也要去美国要签署这个矿产协议，也就是特朗普不得不继续援助乌克兰。虽然这个事情可能还有一波三折，但是最终特朗普他也是没办法，这个事情由不得特朗普。我刚才说了，一旦这个德国、法国、英国真的整合起来，只要这3个国家愿意援助乌克兰，对吧？一个提供核保护，一个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这英国出谋划策，死敌英国是俄罗斯的天敌，好像俄罗斯遇到英国就没占过便宜。所以这3个国家一旦联手，一旦乌克兰立住了，美国想插手都插不上，跟你没什么关系，但你一边歇着吧。那个时候，那真正的是美国和欧洲就脱钩了。天空新闻报道英国准备在乌克兰上空设立禁飞区，将与自愿联盟一起捍卫乌克兰，可能达成了和平协议。这个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英国不仅准备提供军队，还将提供飞机来监督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和平协议。几个欧洲国家正在紧急准备维和任务。现在要加入自愿联盟的有多达7、8个国家，现在已经报名了就连土耳其、加拿大还有丹麦都要加入，连这个瑞士吧好像也要加入，瑞典这个总之会越来越多的国家要加入。这个特朗普他一直说我希望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不要再死入毫无意义的战争，对吧？他希望和平。这特朗普对媒体总是说那些漂亮的女人在战场上死去，但是我不希望看到这个。我觉得特朗普这个希望和平停止流血，停止战争，对吧？这个道德制高点是没有问题。问题是停止战争难道就应该是弱小的一方，就应该是乌克兰停止吗？被侵略的一方让步来取得和平吗？停止战争，停止杀戮，你俄罗斯只要退出乌克兰，这不就做到了吗？特朗普的所谓的和平是让乌克兰跪下，这就和平了，这不就是助纣为虐吗？泽连斯基说他在对乌克兰国民发表视频的讲话里面说乌克兰需要的是和平，而非无休止的战争。实现真正和平的关键在于获得切实可靠的安全保障。泽连斯基指出近日与欧洲各国的密集会晤显示出欧洲大陆空前的团结协作意愿。英国、挪威、欧盟、土耳其等各方均达成共识，唯有通过实质性的安全保障机制才能够实现持久的和平。泽连斯基特别提到美元的重要性，表示我们无时无刻不感激美国提供的援助。泽连斯基透露将开展密集外交行动，说未来数日乃至数周，我们将与欧洲伙伴共同制定不可妥协的底线原则，并将这些立场传达给美国盟友。他重申乌克兰绝对不放弃被俄军暂时占领的领土，强调建立强有力且持久的和平机制，通过正确方式结束战争是当前国际社会的共同优先事项。也就是泽连斯基再一次向美方表达，对吧，主权和领土的完整。这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他在 X 上说特朗普总统希望在乌克兰实现持久和平。作为国务卿，我的目标是支持以实力求和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出这个卢比奥和特朗普之间的分歧，所以大家就不难理解在那个白宫那个互怼的时候那个卢比奥是非常痛苦那表情。这个卢比奥的说法就是特朗普他是不择手段实现持久的和平，你只要不打就行了，和平就是停火不打仗。卢比奥说作为国务卿，我的目标是支持以实力求和平。什么意思呢？实力求和平就是要武装乌克兰，要乌克兰把俄罗斯打服了，让乌克兰在谈判中占有这个有利地位，叫实力求和平。所以你很难说卢比奥这个人他是亲俄的，他会
帮俄罗斯。但是特朗普你很难说，就不好说了。所以我一直说啊，这个卢比奥要关注他发言，他说的话和特朗普以及特朗普那几个爪牙啊说的好像不太一样，这个也预示着啊，这个卢比奥也可能干不长。我们再看俄罗斯啊，这个白宫会谈爆发激烈争吵之后啊，这个3月3号。塔斯社报道说，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啊，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事件，说泽连斯基在许多方面表现他完全缺乏外交技巧。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总统了解事件发生的本质，整个事件以具象化的形式展现给整个国际社会，所以总统当然知道所有细节。你看看这个佩斯科夫似乎在高级黑啊，补刀啊，他补什么刀呢？本来这个社会啊，很多人就说你这个特朗普啊是普京培养的间谍，是特工，是吧？这本来就有这样的传言。结果佩斯科夫说啊，普京知道所有的细节，那是谁告诉他的？难道是泽连斯基告诉普京的吗？那只有特朗普啊！你说这是不是高级黑？这是要坐实特朗普就是俄罗斯的间谍啊！这个节奏啊！一位接近克里姆林宫的消息人士告诉彭博社说，克里姆林宫的许多人仍然不相信华盛顿正在发生的事情，说俄罗斯领导层并不完全了解特朗普的战略，并担心潜在的陷阱，也就是担心啊，这特朗普是不是要坑他耍他们，知道吧？欧盟的发言人呢叫伊特克林表示啊，鉴于可能在美国参与下重启北溪天然气项目的消息，欧盟表示该项目不符合欧盟利益。德国图片报啊援引自己的消息称啊，美国总统特别任务格雷内尔这个特使啊多次非正式访问瑞士，以谈判恢复北溪天然气管道的问题。你看看啊，这个特朗普果然开始为普京四处奔走了啊，鞍前马后，还要恢复北溪管道。欧洲人呢明确的说啊，你就别费劲了，这个不符合欧盟的利益。这个梅德韦杰夫啊，他发了一个这个社交媒体啊，说啊，反特朗普的仇俄团体聚集在伦敦，特指这个斯塔默啊召集的这个峰会啊。他说啊，宣誓效忠基辅的纳粹小人物，这比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小丑的胡言乱语还要可耻。他们想继续战争，直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死去。他认为这个英国、法国啊这些国家是反特朗普仇俄团体。梅德韦杰夫已经把特朗普啊和俄罗斯绑在一起了，这也是高级黑啊。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小丑的胡言乱语还要可耻，这个分明说的就是普京啊。与其说是泽连斯基想要战争，直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死去，还不如说是普京啊想要战争，是普京发动的战争，普京想要最后一个俄罗斯人死去。如果普京不想的话，他现在撤军，战争自然就停了。所以说这个梅德韦杰夫啊，一有机会啊就要咒骂普京啊，这一回把特朗普和普京一起骂。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